Ajuda sim. Gosto dele a Toma. 那么，首先要向大家致意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在2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能够再次开始这个马厄夏季课程，就是有关密教源流这样内容我非常的高兴。那这次课程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关密教源流。那么，虽然课程的名称是有关密教的源流，但其实整个课程包含了整体佛教的这个内容，从原始佛教再到大乘，再到密乘，包含了这所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整体佛教，从原始佛教到大乘到密教的历史源流有一个认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承认说自己是佛教徒，因此要了解自己的根源，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句古老的藏语谚语说：“不知自己血统的人，如同森林中的猴子；不懂自己家族历史的人，如同假冒的绿松石；不了解祖先功绩的人，如同流落他乡的孩子。”这都是在说，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根源不认识的话，那么就会像森林中的猴子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尤其如果我们不了解教主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有极大恩德的佛陀他的生平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真正知道这个佛教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佛陀是谁，就不知道佛教是什么。同样，如果我们不知道佛经结集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就不明白佛法是如何传播的。还有，如果我们不懂得声闻18部派，还有这个大乘佛教是如何发展的，那我们就很难分辨大小乘的区别在哪里。如果不了解大小乘的起源，那么就难以理解这个密教或者说密宗是什么。换句话说，也难以理解这个密宗它是否为佛说，因为针对这一点也是有许多的争议的。同时也很难理解这个密宗它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大小乘的起源是什么的话，所以呢，就像是一部序典，叫做《日月合璧序》这里面就提到，他说，如果不解释这个历史的由来，那么就对于这个大密法就会有这种不生信心的这样的过患。所以或者说是，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是什么的话，不解释这个历史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有这种不相信这个密法的这样的过患。所以
以上这些都是说我们要避免为了避免这等等的过错过失，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历史，还有我们的这个源流根源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当今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资讯的时代，已经不能再像从前现在大量的资讯就像是纷飞的大雪向我们蜂拥而来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是要知道传统的说法是什么，而且要能够掌握现代的这种历史研究方法，还有思维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能够掌握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的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不知道现在的学者们他们的看法是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呢就会被视为是落后了，或者说是这个思想僵化的人了。一般来说，现在的这个藏人社会当中，我们也发现喜欢新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的。从一方面来看，这是进步，这是一个好事，表示我们在进步。但是呢，很多人呢，却只是变得过于敏感，或者是想太多。其实缺乏了像是真正现代这种研究者那样子应该有的这种客观的态度，还有这种证据支持还有这种严谨细致的研究跟讨论是缺乏的。尤其在我们藏族的文化还有语言都面临这个内外压力的今天，我们应该要以这个独特的方式更加的珍惜和保护我们传统的文化还有语言，而不是将我们的语言文化看成为好像这是传统过时无用之物，然后任其消亡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任由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就像是把我们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抹灭了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只是这样，我们呢可能将被后世视为这种民族的这种耻辱吧，或者对。所以我觉得藏族的传统文化、语言，还有许多的习俗习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还有保护。尤其在现代这样一个时代更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尽力做到的时候。而且我们应该要用就是现代的很多方式，比如说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好，或者说现代的教育方式等等，来保护我们的文化还有语言传统等等。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接着，在我们这次夏季课程开始之前，我想回顾一下过去2年当中，我们课程中讲了些什么。首先，我们第一次上课是2021年，当时我们讲了古代印度哲学史，里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这个印度的当时的吠陀时代的一些内容，还有呢婆罗门教是什么，简略的做了一个说明。之后呢，也讲到了佛陀的这个一生哦，从他诞生、修行、成道、说法到涅槃等等，也都简略的做了一个介绍。之后第2届的这个夏季课程，我们在2022年举办，当时主要讲到了在佛陀涅槃之后的一些背景，一些内容，比如说讲到了这个僧团的建立，还有这个就是僧团的构成，包括是最开始什么因缘，这个僧团的戒律是如何制戒的。所以这是有关僧伽，还有戒律，还有寺院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内容。同时呢，也还提到了，就是在佛灭之后的第一次结集。那当中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大迦叶，他当时召集大家做了这么第一次结集，同时特别提到了大迦叶尊者还有阿难尊者互相之间的故事哦。相信很多人应该还这个记忆犹新哦，因为当时故事是讲得蛮详细的。所以总之，这是在过去2届课程当中，大概我们讲到的一些内容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在去年我们没有举办夏季课程，所以总之我们能够在可以说2年后吧的现在我们又开始这次的课程。所以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主要的内容大纲首先给各位看一下。所以主要有3个大纲，第一个就是原始佛教，然后是部派佛教，再来大乘佛教的弘扬。那么在原始佛教当中呢，大概有7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原始佛教中谈到的是僧伽、戒律还有寺院的形成，那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讲过了。第2点是第一次结集，这之前讲过了。那第3个呢是原始经典如何成立的，这里面又包含4个部分，就是原始佛教的名称和时代，还有原始经典的成立，还有原始佛教的资料，就是一些文献的情况，
还有第4个，原始佛教中的密教相关的内容，有大致这几个。接着原始佛教中第4个点要谈的是佛灭后的佛教，接着第5个第2次结集，还有根本分裂，第6阿育王的佛教，第3次结集，然后再来，同时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再讲第7点，就是佛灭纪年论。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原始佛教讲的7个内容。接着第2个纲要是部派佛教，那指的就是根本分裂，就有声闻18部派的这样子的时代，所以就是部派佛教。然后再来第3个要点是大乘佛教的弘扬，所以有这3个。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原始佛教的内容，而是原始佛教当中的第3点，就是跟原始佛教经典成立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首先呢，我们用到了叫原始佛教这样的名称，还有原始佛教的这个时代这是我想先介绍一下的。那么佛陀的法教在不断的发展，还有这个弘扬的过程当中，那么出现了不同的时代还有阶段。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的是，就是什么是原始佛教，也就是说最开始的佛教，原始佛教，也就是可以说最早期的这个佛教。所以什么是原始佛教最开始佛教是什么样子，它的特点还有它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以下简略的介绍一下。首先一位日本的学者叫水野宏元，他认为说所谓的原始佛教指的就是初期的印度佛教，也就是最早期的在印度弘扬的这个佛教。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佛教发展弘扬过程当中的不同的特征而对印度佛教进行这个时代的一个划分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时代和阶段的。所以由于特征的不同，那可以分为哪几个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原始佛教，再来第2个是部派佛教，也就是根本分裂之后
成为了有声闻18部，这个时代称为叫部派佛教。然后接着是初期的大乘佛教，所以这里讲到大乘佛教的时候，它也分为了初期、中期和后期。所以接着就是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时候，它就是大小乘并立的这样一个时代。接着呢是中期大乘佛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是这个大小乘学派非常的这个兴盛，各个学派都非常的欣欣向荣，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只是小乘的各种的学派，还有这个大乘的唯识、中观等等的不同的学派。所以这是指中期大乘佛教，就是大小乘学派的佛教，它有这样一个名称。然后再来一个是后期大乘佛教，也就是指说大乘佛教当中的真言密教开始弘扬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印度的佛教在发展弘扬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照它的特征那么所以会有不同的时代划分的。那么这当中最初的这个佛教呢，称为就是原始佛教。那之所以称为叫最初的佛教，原因就是它是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开创佛教，并且呢，开始传道之后，那么直到佛陀涅槃之后的100年到200年，这是一种说法，或者说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创佛教开始传道之后，传法之后，直到这个，然后佛陀涅槃后，然后直到部派分裂之前的200-300年间，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具体的时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佛陀到这个阿育王的这个时代，这可以说就是所谓原始佛教的这个时代。那么对于阿育王是什么时候出生，有不同的说法，出生的年代有不同的说法。根据这个南方的传记或者南传佛教的这个说法阿育王呢是出生在佛陀逝世的200多年之后，所以以这样的时间来推算的话，原始佛教它的时间大概有250多年。那如果根据的是
北传佛教，或者说北方传记哦，就是北传佛教。那么阿育王呢，是在佛陀逝世这个涅槃100年后才出生的。所以如果从这个北传佛教的这个历史来看，说法来看，这个原始佛教是延续了150多年。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原始佛教的它的特质。所以到底历史年代是多100年，或者是少100年哦？我们就暂且先不细谈了。我想之后如果我们讲到了这个佛灭纪年论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深入去做这个探讨。也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看看到底阿育王出生是在佛陀逝世200多年后，还是在佛陀涅槃100年后，就是佛陀涅槃200多年后，还是100年后。总而言之哦，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之后，直到部派佛教分裂之前，这个初期的佛教一直保持着同一个步调，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就称为这个原始佛教。所以以上呢是原始佛教的时代大致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会更严格的来看这个原始佛教，而将原始佛教细分为2个部分。首先，一个是叫根本佛教，也就是将世尊，就释迦牟尼佛，还有他的直传弟子的那个时代，当时的这个佛教就称为根本佛教，也就是指说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或者说他涅槃之后，在他直传弟子还在的那个时代，就被称为的佛教，不称为叫根本佛教。再来第二个，就原始佛教还可以再细分为第2个部分，是指在此后之后时代的那些教义，就说他的佛陀也不在了，直传弟子们也都这个不在了，在那个之后的时代的这些佛教或者教义就被称为叫狭义的原始佛教。所以广义的原始佛教呢，就是指说佛陀创立佛教之后，直到部派佛教分裂之前就是广义的原始佛教。但是在这里再细分的话，你可以看到狭义的原始佛教更清楚是指说，在世尊还有他的直传弟子这个都实现涅槃之后的教义那时候的佛教就称为叫狭义的原始佛教。
所以学者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分类哦？这说明了，就是说世尊还有在他直传弟子，他们所阐述的这个佛教啊，可以说是佛教最为根本的这个内容，所以称为这个根本佛教。因为整个佛教真的就是依据的就是佛陀还有他的直传弟子们所说的这个佛教。所以不仅是世尊所说的教法，还有他直传弟子所阐述的这个佛教，可以说都是佛教最为根本的内容，所以称为根本佛教。后来，这个世尊也不在了，还有直传弟子，他的直传弟子也不在了。那这时候，慢慢的，随着后世的人对佛教的理解，还有整个佛教整体的呈现，就开始有更多不同的，可以说不同的更多的解释，更多的呈现出现。所以这时候佛教就朝着部派佛教的形式方向发展，而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跟佛陀最初最原始的佛教相比哦，产了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就被称为叫狭义的原始佛教。所以在佛教学中哦，如果进行这种严格区分的话，可以说就把广义的原始佛教可以分为了根本佛教，还有狭义的原始佛教这两个层次。这样的分类哦，是比较接近这个历史事实的。那么上面我们做这样的分类哦，虽然说这种分类方式是没错的，但是透过现存的这个文献，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能大致了解整体的广义原始佛教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针对文献资料想要去讨论什么是根本佛教，什么是狭义原始佛教，可能很难哦，或者无法清楚的做这样的区分。就是说现在的文献资料里面，你很难看出或者区分出什么时候是根本佛教，什么时候是狭义的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存的文献啊，基本上都是部派佛教那时候保留下来的这些文献。所以也就是
根本分裂之后哦，那时候的部派佛教，那时候保留下来的这些文献，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而这些文献呢，都已经被部派佛教进行过很多的编辑，还有这个修改，所以我们很难还原这个原始佛教它最初的内容是什么了。那上面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将原始佛教区分为根本佛教，还有狭义原始佛教。最早是谁这么做的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学者叫宇井博寿他最早提出的这个看法，在他的一部著作就是《印度哲学研究》第2集这样子的著作当中有提到。是1926年出版的。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叫解崎正治这位博士，他也称说这个原始佛教是根本佛教。然而，其他的学者呢，并没有这么做细分就是根本佛教还有狭义原始佛教并没有这么区分大部分学者都只说就是原始佛教这样的用词而已。那么上面这一段呢，是简单对于原始佛教它的我们说名称还有它的时代做了一个介绍。接下来要谈的是原始经典的成立。那么讲到这一部分，那就要谈到第一次结集。那么在我们上一届的夏季课程，也就是2022年的课程时，我们最后有讲到了什么内容呢？就是在佛陀入灭之后，当时大迦摄尊者就考虑到说，佛陀的教法如果就这样子一直放置不理的话很快就会湮灭无闻了。所以就想要举行教法的一个结集。所以他就向大迦摄尊者这项聚集起来的当时的佛弟子们提议要结集，然后也得到了赞同。所以他们在哪里结集呢？就是在王舍城做了第一次的教法的结集。当时集合了多少人呢？是有500位这个佛弟子，也就是说有500位阿罗汉。然后他们就结集了佛陀一生的这个说法跟教法。所以这就称为是第一次的结集。那么结集呢，
也有被翻译成为叫合诵哦，也就是将当时大家记得的佛陀曾经说过的教法哦，共同的合作，共同的诵出来、背诵出来的意思。那么在佛教的讲到佛教的从佛教传统历史上来看啊，都认为是都会提到有这么第一次结集，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学者是否定这么第一次结集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后来的各个部派的这些文献当中啊，其实都有提到这个结集这样的记载，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看作当时就是以这种某种的形式对于佛陀的当时的这些遗留下来的教法进行了结集。所以这是大部分学者的都这样认同，是有以某种形式进行了这个教法的结集的。所以当时在结集的时候有对于这个教法、律还有等等这些做结集。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经、律、论三藏做一个结集的。那第一次结集的时候，主要是对于教法，就是所谓的一般说经就是说对于教法还有这个律做了结集。论藏呢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所以就是当时对于这个 Dharma 就是教法，还有 Vinaya 是律做出了这个结集的。当时呢，的教法就是 Dharma 是由佛陀的这个常侍弟子阿难他所诵出的、背诵出来的。那律典律的内容 Vinaya 的内容是由这个理解戒律非常深的这个优波离尊者诵出的。那而他们二位诵出来、背诵出来的内容后来就成为了经藏、律藏的这个原型内容。那么至于论藏的这个成立呢，是更晚的事情了。而当时呢，由阿难还有优波离尊者所背诵出来的这些法和律，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些纸笔嘛，他们就只是背出来曾经佛陀说了什么。一般我们会说，传统上会说，他们当时都有这种不忘记的这样子的能力不忘的这种能力，这样的真言力所以他们能够一直将教法记忆起来。所以当他们说的时候，虽然他们自己有这样子的强记的这样的能力
但是后世的人不见得有，所以为了后世的人便于记忆这些他们所背诵出来的内容，不论是法也好，是律也好，所以他们就将重要的这些教说就整理成很简单的短文契经，这叫 sutra， 就是也叫经就是 sutra。当然，我们现在一谈到 sutra， 谈到经，契经，我们就觉得说好大一部经典，但其实不是，在当时就是一个很易于背诵的简单的这个短文契经叫 sutra。或者说，在当时呢，就变成这个诗句或者就是叫祭文的诗句，梵文叫伽陀，这种方式而传承下来。因为当时没有纸笔嘛，所以就只能透过这样的几种方式而背诵。一种就是尽量简短精要的短文契经的方式，或者说变成为诗句，或者这种叫祭文的方式、伽陀的方式而背诵下来，然后传承下去。但当时呢，在传承这些契经、诗句、祭文的时候，也就在这些梗概的要点中的文句中，也再加上了一些说明跟解释，传承下去。譬如说，在伽陀方面，就是祭文方面，就附带了，比如说具有说明的这种因缘而帮助后人能够记忆。所以后来呢，就将这些短文就是这些契经它就比较是短文的契经，还有诗句，就是我们叫祭文，组合起来。不仅如此，还加上了一些连结的一些文章，或者一些而整理出了这种比较长篇的教法，也就是将契经跟祭文结合起来的，而整理出的长篇的教法，这称为什么呢？就称为叫法门。那在之后又编辑了什么呢？又编辑出了所谓的这是经就是苏塔或者叫苏坦塔。所以这是后来再编辑出比较长篇的内容的经所以经呢，它其实也有线的，它是有纵线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将这些丰富的意义串联起来，或者说把它整理结集为这样一个短的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好像你把很多珠子用一根线把它串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丰富的意义整理为短的文章，那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叫经叫苏塔。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开始的时候的契经当时也称为经，叫契经，它是非常短文的非常的短的。然后慢慢到后来，就变成了比较长的这种经。
经的部分啊，对不起，就是对，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结集律的方面呢？首先，戒律的这些条文，也就是所谓的波罗提木叉哦，它是比较早就整理出来的。譬如说别解脱经，还有等等，这些是比较早就整理出来的。最主要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僧团、有僧众了。所以在当时呢，像戒律的条文，所以当时的这个也称为经哦，或者说当时的这个经的解说称为经分别等等哦，就别解脱经啊，还有对于别解脱经的解说就是经分别，也是比较早就确定下来的。就是因为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对要管理僧团，要对比丘们教育哦，所以对他们来说，对比丘们来说，要能够过正确的这个戒律生活，而且要正确的了解，条文戒律条文在讲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呢，佛陀还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当时像别解脱经哦，就是戒律的条文，像也叫经哦，就是别解脱经，还有很多这些经分别，就是对于这些别解脱戒内容的解释哦，是当时很早就确定下来的。另外呢，还有将僧伽哦营运的整个僧团营运的这个规则集中起来的内容，那称什么？就叫做结魔。它是整个律藏监督部的这个中心啊，所以后世呢就整理出有所谓的110结魔，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些结魔的内容。因为当时要管理教团嘛，然后要管理僧众，所以最初在教团从有教团要管理营运开始，那时候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些结魔了。而至于说这些别解脱或者就是叫波罗提木叉，还有这个监督部这些内容的原型的确定哦，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佛灭后这个100年之后。而在当时呢，对于这个教法还有律法，就是教就是法跟律哦，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嘛，所以当时的这个背诵跟记忆译持，应该是分工进行的。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工作来做这样的结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自古以来在僧团里面、僧伽里面就有这样的职称，譬如说经师，他就是专门要学习跟背诵
经的这样的内容，还有持律师，他就是特别要学习义持这个戒律的，还有说法师，还有持法师等等。所以可以从这些名称可以看到，在当时就已经有对于教法和戒律的这个学习啊、背诵啊、义持啊，都是分工进行的。因为大概很难一个人全部把这些都背诵下来，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工。但是呢，从第一次结集，也就是由阿难尊者还有这个优波离尊者所结集的法和律开始，到我们现在所存的这些经藏和律藏，它到底是由怎么样的一个路径发展出来的，是很难追溯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如果有文字、有纸笔可以记载的话，那么或许我们可能在什么这些挖掘历史、挖掘古迹的挖掘当中，搞不好就发现了这样的内容。但就是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文字记录的方式，所以当时第一次结集，他们两位尊者所说的内容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文字上的经藏和律藏到底的关联性是什么，我们是很难确认的。那不管如何在两位尊者讲说之后，所以直到原始佛教的末期，慢慢的这些他们所讲出的这些内容就经过逐渐的整理，就成为了经藏。那律就成为了律藏。那这是在原始佛教末期才出现了所谓的藏就是经藏跟律藏。然而呢，因为在佛灭后100年左右，当时也有一个很大的事件，也就是原始教团，它分裂为大众部和上座部。所以呢，当时教法的这个传承的持有，也转移到这个部派的教团上。像过去的话，并没有这样子的分裂。那当然，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僧团，但是从这时候就分裂成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了。所以这个教法的这个传承、义持等等这些也就转移到部派的这些教团上了。不仅如此在这个之后，上座部和大众部也各自发生了内部的分裂，最后又分裂为18部。这里的18部可以说就是18种不同的这个见解看法，然后就成为了不同的部派。这有一点点像藏传佛教，可能说要有这个
萨迦、格鲁、噶举宁玛有这样不同的说法。而在这不同的部派当中18部也好，那这个经藏跟律藏也在这不同的部派当中传承跟持有着。比如说某个部派说这是我传承的经藏跟律藏，另外一个部派说这是他传承的经藏跟律藏，所以在每个部派上又逐渐的将这些经藏律藏的内容有所增广跟改变。而当时的这些经藏律藏的内容也传到不同的地区，譬如说有些是以巴利语的这些经藏律藏就传到了锡兰，或者一些传到了这个中国而被汉译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利用到阅读到的这些经藏和律藏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再回顾，你看最开始原始佛教，然后到了分裂成为上座部、大众部，然后接着上座部、大众部各自又有一些内部的分裂，就成为了18部。而在这每一个部派当中，有各自的经藏跟律藏在传持着，像有一些接着又往外地传扬，像传到了锡兰的，传到了中国的等等，这整个过程历经的时间岁月是非常长久的。所以虽然说在原始佛教的末期这个经律二藏可以说已经这个汇集出来了，但是现在要去探知那个时候的到底经藏律藏的原本的形态是什么，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手中可以拿到的、读到的经藏跟律藏，经过了太长时间的岁月过程，然后才变成我们手中现在拿到的经藏跟律藏。所以跟当时最早原始佛教末期就已经出现的经律二藏了，是相差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透过现在的经藏律藏去还原当时的情况，当时经藏律藏是什么，但是是很困难的。那么今天大概这样吧，就讲到这样。能够再恢复开始这个课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了，也比较放心了。那去年没上课嘛，有时候我们会说，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想今天呢，大概就讲到这里。明天呢，休息一天，后天继续上课。